東江水其實呢個係個好好嘅愛國主義嘅故事嚟嘅，咁我都建議新聞處咧都可以考慮下，因為水係最貼近市民嘅，因為日日我哋開水喉咧就係東江水。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將東江水呢個故事咧係更加生動咁再諗下點樣宣傳咧，我覺得都可以再做嘅。咁啊，全運會除咗係運動盛事之外咧，我認為都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咧，去讓到特別係年輕人咧認識我哋國家不同嘅省啊，佢嘅特點係嘛？咁點樣可以透過全運會，因為係大家有比賽啦，亦都係有各有強項啦，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好認識國情嘅一個時點咯。咁所以我建議你哋都政府新聞處咧都可以考慮，除咗係推動體育之外，即係喺呢個全運會嘅時段咧，都加入不同省嘅一啲特點啊，或者佢哋嗰啲最新發展啊、體育嘅強項等等，讓到我哋嘅市民更加認識我哋國家，較為全面咁認識我哋國家。我哋知道發展局咧，譬如佢做一啲軟性嘅展覽啊，喺政府總部外面啲展覽啊，其實都係一啲比較軟性嘅內容。咁我哋可以同發展局再睇睇咧，呢方面可以有咩加強去做啦。另外頭先李議員提到嘅全運會加入一啲介紹啲省嘅特點，咁呢個其實新聞處咧同文化體育旅遊局咧亦都有聯絡，係點樣去做好全運會嘅宣傳。咁我哋會將呢啲意見咧納入去考慮，因為我哋其實新聞處咧都着重去內地咧去宣傳全運會嘅盛事，希望佢哋都可以去關注呢件事，同埋嚟到香港啊、廣東省啊，同埋去澳門去睇呢啲盛事嘅。咁如果你話藉呢個機會去介紹各個省嘅特點咧，咁我哋認同呢方面咧，其實係即係可以做多啲嘅。咁我哋會同相關嘅局咧去傾，睇下點樣去跟進咯。